你们看到是白草莓，因为它手也是一样是白色的，但是那个红色那个是那个它红才可以采，但是这个白就是等它有一点那个转色就可以采了。它的吃起来比较甜，没有像那个红色的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不一样。这个是成熟的，它比较白也比较亮。像这个就差不多8分熟而已，它没有那么亮，它的籽没有像这个比较红嘛，这个籽它没有很红嘛，像这个就成熟了。因为我女儿爱吃啊，然后我也想试试种看好不好种了。如果好种的话，我们明年可以种多一点了。Xin chào, mình tên Quỳnh Thị Tuyết Trinh, đến từ Việt Nam. Mình đã Đài Loan được 15 năm rồi. Mình ở chỗ Lãnh trồng dâu với trồng cà. Chỗ Lãnh这里没有听过人家有种的，大湖那边有了，但是chỗ Lãnh就没有。红色的一颗差不多12块嘛，那个白色的看15块到20块一颗啊，要看什么苗，也有分那个品种的。我刚开始种是雪兔的，对，但是后面它一直死掉，我明年真正要种之后才那个去打算那个有没有赚钱啦。哎，这个开花了呢，印尼的那个樱桃啊。印尼的樱桃，樱桃老台湾没口感啊。开花了，有一包种子，不知道什么种子会长出来的。车上有一包种子，把它丢下去。婆婆讲客家话，你都听得懂？听有啊，他都跟我讲客家话。还会做都帮忙啦，不会做都没有办法嘞。就是这个顺便剪掉嘛，干掉了。不点水就好长哦，真的真正啊，一浆啊。回去再喷那个淋水还是换盆子？你那个……那我婆很疼我，然后她一直跟我聊天，她一直讲啊，跟那个自己妈妈怎么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疼像我自己妈妈一样，没有吵过架。来台湾做这些都是那个学来的，来台湾才学的。煮饭不会会煮，简单的可以了，简单的可以煮。我婆婆在煮，接到这个穿超好的，真的算运气超好的。现在我们走进去草莓园，那个要采草莓，然后要生草莓。帮我采草莓，这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来探亲的，然后来陪我那个帮忙工作这样子。现在疫情，然后不能回去呀，然后有空的话来帮忙我工作赚零用钱这样子。Ở Việt Nam có làm cực khổ ăn nó không, qua đây mà thấy cực thì cũng nóng ruột. Thì cũng nóng ruột thôi chứ cũng đi làm qua đây tới đây đi làm nha. Làm vườn này mà cực khổ đâu bằng bên Việt Nam. Bên Việt Nam làm ruộng còn cực hơn nữa. Bên đây cực có 5 mà bên Việt Nam cực tới 10. Thấy cũng bình thường, thấy bên Việt Nam nó có cực quá, cực rồi qua đây vậy là cũng coi như bình thường. Thì thấy cũng nóng ruột nhưng mà cũng gắng làm chứ qua làm mới có ăn chứ không làm lấy gì ăn. 他们有的加班做12点钟，前外太冷，厉害哦，更厉害，更越南更厉害。
当我做安尼19点钟。我21岁就过来台湾了，但是那个我那个表姐我先接过来，她说台湾比较好，所以想接过来看看啊。哎，对啊，生活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工作还什么的都那个比较方便就对了。台湾比较好多工作可以做这样子。那时候在越南是做衣服的，然后那个我表姐介绍嘛，然后来台湾。那时候我开始是我在手工香皂工作的，我在那里做10年了，也是那个邻居介绍的。对，家里附近，然后邻居介绍做10年了，超喜欢的。但是后面那个这里地方太小了，没有办法做比较大，然后他们搬去台东。以前上班是从8点到下午5点，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但是做农这个一大早差不多5、6点你就开始做到差不多晚上5、6点没看到才可以回家。因为做自己的很多工作你是要做啊，但是你上班是那个比较他管比较严了，但是做农时间比较长，但是时间自己要休息就休息这样子。采一个早上差不多100篮左右了，如果个人采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20-30篮这样子。如果那个大量的时候，一天可以采那个200篮左右，蛮多的。那个从开始采差不多12月初到，如果顾好的话，差不多到4、5月，还可以一直采这样子。对啊，但是到后面那个这个算后面尾巴了，所以都小颗了。现在我开始生草莓，那等一下有人家会来载货。但是6日那个留给游客来采，那个给人家试采比较好。游客他是大部分都6日才来去玩才来采啊，但是我们这个产量他每天都有啊。但是游客我们是算他们是1斤多少给他们了，但是我们这里是算整篮给那个来载货的那个价钱不一定了。叫那个厂商来载多少，我们再算那个，跟他们算那个价钱。可以了。一件的嘿，哦。啊，这是啊，你另外加吗？还是有写在里面的？没有，另外加。啊好。哎，这个是盘价。啊好。盘价归盘价。嗯。1、2、3、4、5、6。哎，每件不一样啦，有的是他们载过去，有的是我们过来收。你今天采很多吗？够吃饭了。够吃饭了。对啊。现在回去妈妈家吃饭了，先去拿便当。中午时很少煮，大部分都买比较多。好，这样540。好，谢谢。好，谢谢。
我帮人结账哦。好，来了。早上高血压有没有吃到？高血压早上还没有吃，忘记耶。忘记啊，哎，没吃，那边。回去再吃，回去。哎，去到山田里才想到，哇，没有吃到。啊，讲个都分猪肉啦，啊，我讲个做草莓个要用油包来，种个物件来，个还个妹妹啦。啊，聊没有什么好聊，不聊，谈唔算，谈唔算。啊，班那讲嘛都冇牙心口安尼传发安尼啦，安那谈唔算啦。以后啊，前面侬们以后对俺们同好啊。好厉害哦！我们两个吃烧，洗澡、吃饭，好，要简单的啦。吃饭简单，洗澡洗澡简单。那个柠檬那个妈妈的朋友做的，先吃饭。各位吃饭喽，吃饭。肉还没煮好。他刚来的时候住在我家，啊，那也。哦。好了，然后用姜，然后用菜的。洗澡都没有用啊。自己的较简单的啦，饮茶就用笔啊，他听没用笔是啥？那都啥鬼？是茶。吃饭，暗更安尼。以前来我这里住啊，来两代啊，嘛都去同好啊，去我讲啊，喏，嘛都叫我弄同好。哦，对，汤姆是用煮的。我来找朋友聊天，台湾的朋友。一个朋友是台湾而已，以前跟我一起上班的那个，好像是十几年有了吧。如果过来一两年就跟他过来一两年就认识他，到现在呀10几年了。我不喜欢交那么多朋友，这有一两个可以聊天，这样就好了。甘普然，他去隔壁。对，不敢躲在侧面了。这个是我好朋友，我去上班才认识他的。对，我也不晓得哎，我觉得很有话聊。我没有姐妹。对，我也是跟他一样，没有那个，也都哥哥而已，没有那个。哦，对。对，两个都那个，还没有讲。那时候我们在上班嘛，下班他去哪里我都会陪他去。然后有一次我们常常跑手机店嘛，然后那个手机店的老板觉得我们是那个
因为每次看到就我们两个，我们两个都一起一起上班，然后那个下班一起去做什么事一起做这样。哎，现在那个这个花紫藤花，大家补有2颗，但是花没像那么多，它有分2种，就这样带好看。我碰到什么困难，还什么事情没办法解决，就打电话无视我老公，但是第一个是我找他的。因为他也有跟我说他为什么会过来啊，所以他有要帮忙的地方，我 OK 的话我都会帮他，因为他就是要缴贷款嘛，他有时候被钱追得很累啊，就会觉得真的好累啊，很心疼。大部分他都靠他自己，工作上勉强。那个我过来买房子看，我缴5年还是6年了嘛，我差不多存5年，这也没有很多，头期款没有很多，但是后面每个月缴才比较多。我缴10年了，那真的很累，但是我想缴，我一做等房子缴完也不要做农了，休息了，回去做自己这样子啊，家里自己有种植资源了，嘿，所以想等那个房子缴完之后就休息，不要做那么累了。现在种的那个小番茄，现在我是结这个给它固定的那个，因为它长太高了，把它结固定，没有结固定好，它会断掉。这小梅现在结束了，我想换种那个小番茄。之前也是小梅也有，帮着打工小梅，那个番茄都有啊，哎，就学起来，然后自己做。它一直长高啊，它会垂下来啊，然后就会断掉啊。但是种差不多1个半月，然后差不多每天都要结了。刚开始那个做，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但是边做边看啦。然后自己一直做到后面就还可以这样子啊。有小孩就比较少出来外面打工了，差不多他们一个读2年级，还大的那个2、3年级之后，在那个才开始外面自己做这样。啊，真懂什忙啊，伊什忙做啦。啊，生人出世咧，太总爱土的啊，土儿都做事啊，妈做事啊，都太咧。放长做带生人读书，都上班啊，暗暝生人补习又暗转，就暗当转安尼，这样转来啊。但是很少开出去玩，在小孩子上下课这样而已。因为那个我老公他那个本来是在丰原那个上班嘛，然后后面他搬去彰化那个。我小孩子要看医生，然后什么的，又下雨天啦，用骑摩托车这样子载2个，这样很危险啦，所以那个我要去学那个开车。然后呢，那时候是那个姐姐啊，我女儿发烧，然后我儿子又放假了，又没有人顾啊，然后一个背小妹，一个在后面这样子，然后淋雨但是这样怕他们被闷到啊，下雨这洗一段路就停下来看那个洗一下子停下来看他有没有被那个又穿那个雨衣啊，怕被闷到啊，所以决定就去学开车。
载小孩，在进班里面。跟上一次的。来，用了吧？哎，东西收好了吗？你们全部过来收东西。我在已经在外面拍了。带回去吃饭了，妈有。我女儿叫江清慧，13岁，今年读那个6年级。啊，我叫江国成，10岁，3年级，已经没有上，没有上什么英文啊？不是跳舞班，有普通班可以读，你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家考不上啊？没有，那怎么办？他同学有普上通班啊。每天也要吃啊，不会累啊。我媳妇要工作啊，我们没有去工作都要煮啊。这是我们家的狗叫布迪。喂喂。鸡到哪里了？布迪，我同学的叫我踢到了他。阿妈。阿妈。有寄信来吗？有吗？几分？小心慢慢收吃掉。洗手吃饭。吃饭。几分？几号？几分几号？这个什么分数啊？舞蹈班的。没考上。他76考不上啊？对啊。差4分，普通班呢，还能再去转考啊。你是考东师的？嗯。但是不够分就不能去东师读了。可以啊，普通班可以再转考啊。他把那天书投在那个很香啊，那个好罢了。是会中饭呐？不要。姐弟跟阿妈一起喝一杯，看阿妈先喝。那个姐姐的，你跟阿妈一起。普通时我都3-4間啊，先 Q 啦，我兩個孫誒，我4個10啦。等到拜5暗夜下班啊，那張轉啊。轉到一暗暝，轉到都可能7點半了。刚过来还不熟，还不习惯呢。不习惯后，慢慢的过几个月后才开始习惯。生活太乡下了，然后吃的东西不合。以前我们住那边是那个类似像都市那种嘛，然后来这边是那个我们家那个很乡下，然后就很无聊，不习惯了。然后后面才开始慢慢习惯了。到哪里了？啊，还会来吃饭吗？对，妈妈煸控油，煸那个猪肉，然后煎鱼，少一样菜而已了。看你要不要？好，拜拜。他装好了，有时候他自己会买一些小菜回来吃。姐姐有开心，爸爸回来有开心吗？有。新辉没有哈？不知道。不好意思。很多吗？很少。现在
还没吧，晚点， 8点吧，对，晚点比较多。上次很多。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等你，现在等这样子会吓到吗？带一个塞亚猫来等你呀、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等你，现在等这样子会吓到吗？带一个塞亚猫来等你呀、狗人没有来接我。哈，它也会害羞啊。不对，忘记了。我说刚打到那个后来那么久才到。这个是我老公刚下班回来。好了好了，好了。干鱼要吗？还是再煎那个煎蛋？煎一个煎蛋哈。煎个蛋啊？好爆蛋啊！我都鹿港上班，拜日打坐落去拜五下班就转来，差不多我点外钟2个多。今天下来，今天回去啊？今天回去，对啊。他没有喝酒下去，他比较不爱讲话。反正你跟他讲话，他也不会回你。你跟他讲3次电话，他回你1句而已，他就看他电视这样。他会害羞。佢冇識酒啊，唔敢講話，唔會講對老人講安用順啦，點安尼啦。啊，有啲細某人安尼，做較甜的嘛，較甜較會講，較會奶的呀，啊，咱唔會奶啊。当初是想说找一个伴陪妈妈，不管我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也是很没有人讲话，也是很感觉就是说会很无聊之类的。至少有人作伴。妈妈毕竟一生辛苦那么久了，想说给她享受后半辈子，这是我能做到的孝心了。我老公的公司搬彰化，有跟他说啊，可以换工作回来这边比较近了。但是他说，他薪水，他做那么久，薪水比较高了。如果要换个公司，重新开始，这薪水就很低呀、反正他说再忍几年，他就退休就可以回来这里帮忙这样子，不用换工作。我都无扣菜啊，做马店啊，搞唔到細妹啊。但要搞啲大細妹就聽法講兩句，又無法講嘅所以講我拍唔到細妹啊。產喺度按到細咧，攞拖拖嚟啦，無熬做到70歲嘛，細完就20歲嘛，冇呀，夾嚟過來拖拖嚟，結果拖了冇難啊，做得啦。不对，做唔得不用摄影都茶的，来上菜了，100块。告老还乡啊！當初我過年期咧，看到我要緣投，我唔想結婚。我剛吃飽啊！他剛剛講那句話，他說的太帥了。那个时候在那边看到他，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笑面啊！那时候还没醉啊。老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我找10几年还没找到。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反正嫁过来，那个怎么说？因为什么都不熟，像赌博一样，先过来再打算吧。好就我们在一起，不好我们就那个个人走个人这样子啊。但是后面慢慢的了解，就2个那个了解就会合就在一起。你明天你去帮我问看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跟我老公那个2个杀将15岁，
两个会合就还好，没有不会吵架就还好，会合就还好。就这个我的，明天帮我问看。这个是你的保险到老。那个缴了。你的姐姐好像是5月当你的保险嘛？这是你的。妈妈的吧？但是帮妈那个是新威的，没有用的。这个是你那时候帮妈妈缴那个买，不是上次你去办叫他帮你缴记单子来，你才知道怎么缴。我老公很好玩，我想要做什么都会指使我。他也没有做过农，但是他想我喜欢做就让我去做而已，他没有想那么累这样。有时候忙不过来，说叫他上来帮忙一下这样子而已。海参咖啡，然后叫我们สั่ง没洗完嘛，然后放一行一行在上面，他会帮我们搬进来这样子。对，有人看到帮忙一下，这样子就满足了。啊，拢懂无下伊都摕饼啊，上讲哦，伊后生学上讲饼饼咧，海摆失落享受啊，还做到退休安尼。伊过来安尼经验了嘛，都感觉你只不用做得。慢慢唔惊去我做咧，因为看起来个性感觉。我那某样顺哦，伊唔好做啦，伊嘛一顾家。那掉吗？不知道他让我感觉那种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哈？他让有一种安全感，不会会乱想这样子。要去果园，爸爸种茶树和橘子。我这边5分多，就是没有草的，就是我的了。我了都种柑、碰柑啦。伊建议讲种碰柑还无人种吼，还有加事啦。啊，我要做些啊，种苦茶，唔是沙药，唔是沙药哈，我良医遐个唔是按摩寒，哦，啊，还摆退休，半做半了啦。佢什么人吼，还无法度啊，我岳父佢话那天生错。嗰什么人啊？你按起假哦，我不用做嘅事就好咧。我上班啊，我都按不了咩啊，无马事啊，忙有采收啊，那采收鱼都有天做咧啊。陪小孩子都，就是说我放假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去别个地方，就回来陪家人，再来陪小人，陪妈妈，陪姑娘。姐姐好像去过了，六福村有去过吗？那个动物园那种的，力宝乐园他们去好几次了。如果去旅游的话就是玩游乐设施是一起去的啊，有时候妈妈会带他们去欧莱啊，那边有欧莱啊，力宝乐园旁边有欧莱啊。欧莱。好累。啊？什么？欧莱。好累。妈妈也这样。
因为趁年轻还可以赚钱，那个赶快赚起来，等那个有年纪之后可以休息养老了。现在年轻没有做，等老之后想做就没办法做了。他们一直叫我不要做，但是我说现在那个我还用买房子，要那个每个月付很多钱，自己做比较多钱啊。他等我那个房子缴完之后，我做那个不要做那么累，就找比较轻松的工作去做啊。他几乎就全年无休。过年有时候就是年初一还是去庙里拜一个拜，就又去工作了。他的心态是，他打算说他50岁他想退休了，而就是先拼了。因为嗰几年減個地攏太調咧啊，伊是做個減落好咧啊，個雜苦茶樹安尼，哎都拉做咧啊，唔是做到很辛苦啦，那麼自己辛苦啦希望我後輩幾年了都唔很辛苦啦，我講啊，喺擺啊，變到安尼啊，身體變壞啲啊，用那個手嘛。刚开始是妈妈自己先过来，对吧？然后后面才问爸爸你要不要过来了，然后他说好啊。以前我爸妈也有那个杀猪来卖呀，卖猪肉的那种。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后面就回来做农，然后就卖那个米的。Đâu có làm mổ heo tới năm 82, từ năm 82 tới bây giờ là làm ruộng luôn. Thì lúc đầu 1-2 bữa đầu thì khó thôi, biết rồi thôi cũng dễ. Muốn ở đây làm khỏe ở Việt Nam mà đâu có sình mà đất đồ nước nôi còn bệnh lội nước khi tới lưng quần. Ở quê như ở đây cũng ở quê vậy, nhưng mà bên mình mà mùa này sắp lên đó thì đi ruộng mắc đi xuồng, nước nôi không đâu có ấy, nắng nóng hơn. Nghĩ kiếm tiền, ở đây khỏe kiếm tiền có tiền nhiều. Cũng mừng chứ lo gì nữa. 因为那个以前他们的这边住蛮久了嘛，所以一直会不习惯。后来，但是我想过，下次等那个他们盖过来，房子盖好，他们过来像度假的那种。我老公这样子想，说等你们爸妈回去之后，不一定一直想回去啊。盖大楼比较漂亮的，像那个 villa 的那种给他们住啊。但是来这边看到这样子就，我先不要想到那边了。 Ở Việt Nam không màng, ở đây màng nhiều á, làm cũng giỏi. Ở đây thấy sống thoải mái tốt hơn bên Việt Nam mình. Nói Việt Nam nghe nói cái gì. Bên đây sống tốt, bên đây gì cũng tốt hết. Sống thoải mái thì. 我刚过来的时候，连晚上叫我开车出去不敢。 我怕有鬼，但是后面出来做农业，慢慢习惯，才晚上才敢开出去。以前叫我自己一个开出去不敢，在上班之后啊，我会怕。住太里面就太乡下的这样，刚过来看到好想哭啊。然后我想跟他说，以后我想要搬去街上住了。然后到后面就住久就习惯，就不会有想去那个街上住了。 像下乡附近比较那个像都市的那种的，没有想象是在很乡下的这样子啊。刚开始不习惯，但是你住这边久，这里比较舒服哎。对，
边玩的话，很多那个很多树，什么树它有那种花香香的，蛮舒服的。对，像都市就没有一种那香味了。我想自己种一些香香的花，工作累累坐那边休息，然后闻到那个香香的。妈妈种，妈妈很喜欢种花。香菇煮煲那个菜脯啦，有菜脯鸡啊，那阵啊煮较多啦。咱无怎啊，都煮无安多啦。拜六礼拜吼，都较煮较多啦。较当然多卡。下去，随便煮一煮。弟弟过来。啊，好好。是多少？哈。我1秒好了。多少饭？一点是多几点？这样子哦。我老公回来这样子很开心了，可以一起吃饭，陪2个小孩一起这样子。排骨真好吃哦。因为你的最爱。我来台湾3年就有拿到那个身份证了。就刚过来之后，很多人他满3年就马上办嘛，然后有的人叫他不要办老婆办了，他都会跑掉。然后他说没关系，他要留我的心，不是要留我的人了。因为像将来大家都互相帮忙顾家庭这样子，应该生小孩就是应该是老公比较大转变吧，对吧？他比较会想，不会那个去外面喝酒，然后专心工作赚钱这样子。其实俺哋父亲的年少吼，当多嘛用娶外籍的一道啦。俺来当初时我过夜时啊，因讲朋友拢讲啊，泰鲁的唔好啦，啊越南的唔好啦，啊哪位的唔好，拢唔爱抱到好啦，变做安尼。当然，这是吼一家好歹离婚啦，托到好就好啦，唔好嘛唔得怪骗人啦，好运啦，托到好的啦。岳父岳母常常来哈，也是很好啦，因为爸爸妈妈在这边，有的吃有的住，这样他高兴我也高兴。那么多年了，感谢阿珍哈，至少替我照顾妈妈小孩哈，也顾得蛮好的，心里总感痛啊。那感谢天啊，给我这个机会娶到阿珍啊。小孩在这边嘛，但是我想赚有钱，我想嫁之后我就回去玩1-2个月再过来，我不会想住在那边，还会留在台湾。现在我的梦想还是现在认真赚钱，等那个房子缴完，我的梦想还是再买一个房子，然后换1台车，然后弄好嘛。小孩子长大，我自己想不想做农的，开一个那个，我喜欢开那个餐厅的咖啡啊。我不会盯小孩，就全部那个读到大学毕业什么的，让他们自己喜欢读就读，不喜欢读我开一间那个咖啡厅，他们会来帮我这样。因为那边有一块空地，我想是可以的话，我就想住那里，住那块地，还是可以买那块地起来，
在咖啡厅开一开，然后对面开一个那个果园这样子，2个一起合作这样，算类似像开心农场这样子啊。那个小梅结束看种吉他的，还什么给客人来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喝咖啡这样子，他自己开心啊。但如果自己我那时候真的赚有钱了，我不会说去想赚那么多钱，自己慢慢那里啊卖，有客人没有客人没关系，对啊，不是说一定要赚钱那种。所以现在不想开是这样，现在开会有压力。我房子缴完之后，我交那个没有压力就会开了。不知道怎么说呢，但是我的梦想，我应该是我自己要去靠自己去做那个梦想。我来自越南，我叫黄雪正，这里全部我的家人，很疼我的婆婆，很爱我的老公，然后2个宝贝的小孩，现在很满意的现在的生活。阿珍，我知道你在台湾的朋友很少，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希望你的生活可以越来越轻松。阿珍，谢谢你，你那天带我去东市看医生。有时候你也要休息，我不要做这么累啊！你做太累，我看到心很痛呢。谢谢妈妈每天带我们去读书，可以常常带我们出去玩。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